的大牧者，主耶稣，阮今仔日搁一摆来到你面前敬拜你。阮伫即摆三甲受你是阮好的牧者，阮感谢阮你做阮的牧者，你保阮知你的白，阮恳求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通过罗卜的嘴所讲，阮的心所想，伫你的面前得到你接纳，搁对你来领受阮灵性的美名。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伫准备即个耶稣即个 I am 我是吼，咱即讲足一礼拜吼，我有一个感觉，我感觉耶稣真正是真袂惊死的。伊讲我是啥了吼，拢出代志，拢来甲伊反对，伊嘛继续讲。我咧想讲，若我吼，我大概拍者，莫讲落就安尼直直弯。你阁袂感觉耶稣真土皮疼啦？我总是我一方面吼，真佩服耶稣的坚持啊！伊应该讲的话伊讲，伊听上帝所交代的，伊应该讲的讲。要安怎听恁的代志，甲伊无关系。我感觉这有时咱爱学呢，有时咱为着明明知影爱讲的话吼，为着咱家己的利益，咱唔敢讲，是了。有啦，阮做牧师的啦，爱讲的拢直直讲，有时会无头路，这有影。总是耶稣，真正我真正是了。伫所有耶稣的 I am 我是啥？这中间，我想我是好的牧者，是咱大家吼上介绍的。咱对细汉有良亲过，我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着包括。摸一只羊啊，你捌看无？恁捌看迄款大的问题伫倒？你敢知？迄雇羊的人哪有穿迄落白衫啦？穿迄落白衫哪会去抱羊啊啦？迄领白衫连面嘛垃圾起来。我知影画迄个图的人是对耶稣的尊敬，甲画甲真水的，袂遐紧啦。毋过正经伫雇羊的人无穿甲遐尼水啦。搁一项足侪诗歌，拢也甲耶稣。咱今仔日会唱几来首诗吼，是甲牧者有关系。我今仔日的上映吼，拣一条囡仔歌，我做耶稣的羊羔。我拣399首吼，你的长老写里面来问我讲，你是上映499，写毋对，写399首。迄囡仔歌啦，毋过我感觉讲，咱当时咱毋是定定在讲羊甲牧者的关系啊，所以我想讲，拢甲摕出来唱，咱遮济个吼唱一个水落囡仔歌嘛，甲袂个哪歹啦，吼。但耶稣，咱普通拢想讲耶稣讲我是好的牧者，迄真水的话嘛吼，真水的话，人听一定会感觉足吸引了。耶稣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着什么呢？总是咱拄啊读的圣经吼，上尾啊第19节到21节，约翰甲人讲耶稣讲遮个话了，犹太人搁起分裂起纷争，有人讲伊是写话，黑白讲话，有人讲写话哪会晓讲迄落，写话会互人目睭互青的人搁看着，就起纷争啊！这是咱想嘛想袂到啊！咱普通计是讲耶稣是好的牧者，这一定足happy的代志啊，总是起纷争的。但耶稣讲我是好的牧者，咱台湾话甲中文的话，连看甲袂出来。希腊文甲英语吼是拢共款，拢是耶稣讲 I am the good shepherd。that 的是吼，就是我就是好的牧者，剩的拢毋是哦，就是
就是啦。希腊文嘛是安尼啦，所以耶稣讲即句话是讲，我就是好诶牧者，世间一定要有好诶牧者，要有好诶牧者，因迄个时阵有真济牧者，有侪人咧讲伊哦，好诶牧者真济啦。耶稣讲 I am that good shepherd， 什么意思？这是伊特别诶意思伫内底。那用咱台湾话译袂出来，咱家己用我是好诶牧者。那用我伫希腊文也是台湾话翻译，就是讲我是上好诶牧者啦，无人比我较好。迄个意思用咱，这是真敢讲诶一句话呢，真敢讲诶一句话。过去伊讲我是好诶牧者。你会记得迄个马太、马可、路加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少年人的官去找耶稣，问你知影即个故事？问耶稣讲，我着爱安怎做才会得到永远路？伊拄着耶稣的时候，耶稣讲：好的老师啊，好的先生。耶稣安怎甲应？耶稣甲伊讲：你先怎讲我是好的？上帝以外无一个是好的。耶稣甲你讲即个话伫遮伊讲。我是好的牧者，你敢袂感觉这袂是我定定在讲我很谦虚佮讲即个话，我是好的牧者，你家己讲上帝以外无一个好的，伊即摆家己讲我是好的牧者，你敢袂感觉真奇怪？恁听着讲我是好的牧者，就恁捌想遮尔济哦。阮做牧师的写讲道就无安尼想袂使，无就无物件通讲啦有影你甲想看觅，敢是真矛盾的所在？好，耶稣讲伊是好的牧者，偌好，好伫倒位啊？咱听伊讲，咱听伊说明，搁落去，耶稣讲我是好的牧者，我是安怎是好的牧者？头一项，伊讲我是好的牧者，我为着羊放杀生命。我为着羊放杀生命，伊是好的牧者，伊为着羊放。伫咱今仔日读的差不多10节圣经内底，伊讲2摆，11节讲1摆，15节讲1摆。伊讲牧者，我顶礼拜有讲牧者迄个职业伤害的迄个风险不加悬啦。因为伫遐外国羊尤其是暗时我顶礼拜有讲，牧者就是问野兽还是贼仔中途要来，拢总有可能，因个职业伤害的迄个风险真悬。伫撒母耳前书第17章34节到35节大卫拄啊杀死哥利亚了扫罗王伊毋捌大卫，忽然间走一个囡仔出来，出去外口杀死哥利亚，叫非利士人哥利亚。伊头一遍拄着大卫，伊问大卫讲：啊，你是对倒来？你是啥人？大卫咧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是咧顾阮老爸的羊。啊，伊甲王讲我顾羊的时有狮甲有熊，因来会夹羊我着甲因入我着甲因入，甲因拍，将羊救出来。大卫家己安尼讲啊，伊讲，过来伊讲。因若我来教我的时我甲因踹因的喙手，甲因拍死。大卫讲伊安尼讲，所以做牧者的职业伤害风险不加大，这是事实的代志。有请工，耶稣第13节讲有请工的，伊讲请工的来若看到野兽来，还是看到人来抢，伊来迄个伊放的走。这耶稣顶礼拜嘛讲即个代志。我伫准备这个时候，我去看到一个注解写讲迄个耶稣迄个时阵的法律对这互人请去看羊的讲若豺狼一只来的时你一定爱甲伊离开，你袂使走。2只以上的时你会使走。所以羊反正毋是伊的2只、2、3只做伙来的时，伊会当放。因的法律
用阮另安尼做。耶稣是讲这，总是耶稣讲，伊做好的牧者，伊袂安尼。为什么？羊是我的羊，我疼这个羊，我为着顾这个羊，连我的性命都欢喜的放下。啊，伊讲哦，这个抢工的羊放咧做走，是因为因无真正关心羊。换一句话来讲，伊做好的牧者，伊真正关心这个羊，伊用伊的性命来保护这个羊。总是吼，耶稣讲这吼，毋是咧讲真正牧者会拄着豺狼的代志，伊是咧讲伊的受难甲伊的国外的代志。伊伫这10节的圣经的内底有4遍，伊有4遍讲，我放下我的性命，我自愿放下我自己的性命。伫第11节、第15节、第17节甲第18节，伊讲4摆，10节的上间伊讲我自愿放下我的性命，毋是因为豺狼来，我去抵抗豺狼，我丧失性命，毋是。特别是第18节上尾啊，伊讲我有权通放下，我有权通摕倒转来。若是豺狼来，叫豺狼咬死。也是强盗来去互强盗拍死，你要安怎搁摕倒转来？你要摕啥物倒转来？伊伫遮是咧讲伊的受难，甲伊的国外啦，敢若伊有法度伫死去了后，搁摕性命转来。所以伊伫第18节上尾啊，伊讲一句话，拄仔咱有谈，伊讲这是我对爸所受的命令。换一句话来讲，伊放下性命，毋是受环境的压迫，是伊家己自愿放下伊的生命。保罗伫腓立比第2章一首真水的关于基督的说，伊讲，伊本甲上帝边，处罗卜的形状，正做人的样式，顺服到伫死伫十字架顶，伊自愿的，伊自愿的。但我有创一个 PowerPoint， 我袂记的，所以袂要紧啦吼。即摆我要讲，即款的伊放下性命即个代志吼，即款的道理吼，原来是初代教会的人的了解，对耶稣的牺牲的了解。请你创迄个使徒行传迄个好无？这是，吼，这是彼得。伫五旬节圣神降临了后，伊的讲道内底两句话，伊甲遐个人讲：上帝照伊有定的旨意甲计划，上帝照伊的计划，将耶稣交互恁，恁用无律法的人的手，将伊钉死钉死，甲伊杀害。上帝甲伊解除死的痛苦。互伊国活，因为死无法度甲伊控制。你看初代教会的信徒，因看耶稣的受难，就是甲耶稣讲的共款。这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不过是通过人的手甲伊杀死，总是死无法度人控制，伊对死人中国活。也是拄仔像耶稣讲的，我有权通放下，有权通摕倒转来。这是耶稣在讲，我是好的牧者，这是头一个理由啦。第二个理由，伊讲我捌家己的羊，羊也捌我。咱顶礼拜吼有第一个第3节甲，这是第14节啊。伊第3节甲第4节，伊有讲。伊讲牧者入去羊条内底，伊羊仔一个叫名，啊，遐羊会认得伊的声，啊，缀伊出来，缀牧者行，甲羊的中间的关系。伫遮伊讲，我捌我的羊，我的羊也捌我。
上帝捌咱捌甲安怎捌，恁知影无？我去台北伫诗篇第139篇啊，伊甲上帝讲哦，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啊，佮讲，我还未讲话，你就知影我要讲啥物。你甲想讲上帝捌咱哦，听起来足恐怖的，敢毋是？你还未讲话，伊就知影你要讲啥。你所想的，你所做的，换一句话来讲哦，你无法度伫做一项代志了，甲上帝讲 surprise， 你无法度通安尼，伊拢知。听起来真恐怖呢吼！总是吼，耶稣基督福音是福音，是好消息的原因，就是虽然伊知影咱甲遐清楚，伊还阁听咱，伊还阁做咱的牧者，伊还阁听咱。羊会行袂路，咱今仔日读迄个。体验哦，我知影迄真长。我咧见的时，我就对阿哥真歹势哦。我知影即个足长的。伫遐有讲羊行袂路，牧者去带伊转来，牧者去带伊转来。羊行，你会记得耶稣伫路加第15章遐讲一个譬如，讲有100只羊，一只走无去，迄个牧者放99只去找迄只转来。伊咧找失迷的羊，咱拢会行歪路，咱拢甲羊共款。以赛亚讲，咱拢亲像羊行袂路，牧者一个一个去找咱转来。虽讲伊知影咱的底底，伊知影咱甲遮清楚，伊还阁听咱，伊还阁为着咱的罪来死。但上帝捌咱是安尼，啊耶稣讲。我捌羊，羊嘛捌我。入去，我看到即句，咱大家共问家己，咱捌牧者捌甲偌捌？咱无可能捌牧者捌甲像伊捌咱安尼，无。总是吼，伫圣经内底吼，真侪所在甲咱教咱甲上帝的关系是渐渐的，无咱出世就捌代志。咱所捌的代志，拢是慢慢啊累积起来。甲上帝的关系嘛是安尼，甲上帝的关系嘛是安尼。彼得后书第3章第18节，伊讲一个上好的，伊讲着伫咱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下，甲对伊的认捌继续进步。彼得写批迄个。勉励迄阵仔的基督徒，咱甲上帝的关系，咱爱逐日求进步。这也是咱需要通过敬拜、通过祈祷、通过灵修、通过读圣经，甲上帝有沟通，愈捌上帝。咱的牧者捌咱捌伊有限，总是袂要紧。咱爱伫因恩典的下面。求进步。上路尾伫第16节，伊讲我有羊无伫即个条内，我会去招因转来。耶稣的听心，毋是干那伫羊条遮内底尔，伊听伫外口，伫羊条外口遐羊。咱顶礼拜我有讲耶稣伫。医好一个迄个青苗，出世就青苗医好因为伊甲法利赛人对耶稣的了解无共款，因将伊对会堂甲伊赶出去，因赶出去，耶稣甲收起来。我顶礼拜有互咱看伊甲耶稣的对话，耶稣真毋甘，伊互人踢出来，耶稣甲收起来。因为你知影犹太人对外邦人是足无友善的。我永摆也拢想讲，我毋捌想，
我到较大汉才知影讲，咱嘛是外邦人诶，对因来讲，咱嘛是外邦人，咱毋是犹太人啊。耶稣若无受掉我诶样哦，咱无份呢，咱无份呢，咱嘛是外邦人。犹太人对外邦人排斥，其实上帝真早就讲伊要收外邦人。我有放一个圣经在地，是以赛亚第56章第8节。这上帝，这是上帝通过以赛亚所讲的话。伊讲吼，伊讲至高上主有召集流亡的以色列子民倒转来。伊安尼讲，已经转来的子民以外，我嘛要召集搁较侪人来归我因。上帝讲，我有要招搁较侪人，总是犹太人因家己受上帝恩典的时，因开始排斥别人，无要互人来。因为咱的教会嘛会变安尼呢，咱的教会嘛会变，咱嘛会安尼呢，咱嘛会安尼呢。我伫咱咧买的时候，我会记是一个正月，我有代志哦，阮遐有一个迄个牧师的迄个 association 一个组织，阮拢伫遐创超教派做伙的礼拜，迄正月上尾礼拜日，上尾礼拜有一个基督徒合一的日所以阮逐个咧计划讲，咱要做礼拜，要安怎，迄个天主要安怎创？我袂当去啦，我袂当去。我甲朋友讲我袂当去啦吼。恁开啦，看恁若要叫我创啥，我拢做啦。我等于开一路较奇妙哦，因叫我创啥，你知影无？因叫我讲道啦。迄无人会，叫我讲道啦。基督徒的合一，我想真久，我凭一张圣经，耶稣要招外口的人来。我甲大家讲，咱大家教派无共款，有时教派甲教派中间的冤家互相攻击。教会内底嘛呢，使讲到教派，教会内底嘛有即个代志。我讲你甲想想，你甲想想，耶稣甲人讲哦，恁来就讲我是牧者，恁来归向我会带恁入去我的羊条，出入，顶礼拜咱讲的出入，会当得到草料。恁来，耶稣招一群羊带因来到羊条边吼，听到羊条内底，长老教会羊甲浸信会羊咧相骂，United Church 甲天主教咧相骂，大家拢甲变叫。你敢袂想讲遐羊会问耶稣讲，你讲来恁遐有平安，遐恁遐下当咧内面拢甲变叫，你拢安怎？你咱看耶稣讲，我要招外口的羊入来，咱伫内底爱较差不多咧，但是，这是咱真爱完成的所在。好的牧者，伊要做好的牧者，伊嘛要做调和的人，会养的好的牧者，总是有时咱变做像伊后骹的人呢，咱唔通甲好的牧者像后骹。好的牧者是啥？为着羊放杀生命，捌伊的羊还阁疼伊，会马路车转来，同款疼伊。过来，伊的疼毋是单单对着调来尔，是对外口。但这个好牧者甲咱有啥物密切的关系？我捌一摆去参加一个红牧的礼拜，红牧礼拜，有一个二老的牧师伫遐，伊是咧甲拄红入迄个牧师讲勉励话啦，我详细安怎我袂记啦，我敢若会记得伊讲的迄个主题伊的意思是讲甲迄个新的牧师讲你着会记得，牧者是耶稣基督，毋是你毋是牧者。伊讲你是干那都许只干那代人。伊讲 You are just a sheepdog， 你是牧羊犬定啦，你是咧顾羊迄个狗啦，
阮听一个吼，我毋捌听着即落呢，讲对，你即摆是要讲啥？有啦，伊对头到尾直直讲的意思是讲，咱做牧师吼，毋通想讲咱家己真好，想讲咱是牧者，其实咱是干那是帮助耶稣过这样尔。听起来真有理啦。老实甲你讲吼，我无迄个，即足侪年前的代志，我还阁会记得。我吼，即个头壳吼，迄落安尼好笑的物件，我拢记会牢，正经拢记袂牢。这好笑我记会牢。我咧准备这个时候，迄想着即个代志，我开始想，到底伊安尼讲是对啊毋对？到底安尼对啊毋对？我无同意呢，我无同意呢。耶稣讲好的牧者的假是有更较深的意义伫内底。伫第10章的第11节到14节，伊讲我是好的牧者，为着因放失性命，爱我的牧者啊，捌羊，甲羊有交通。啊，佫一个，伊牧者有包容性，包容遐个外面的人。因为这咱拢爱学的代志呢。我要用迄个放杀性命，这放杀性命，这是真严重的代志啦，哦。伫约翰第15章第12节，咱常常在念的，咱迄个新的改变，恁着三听，亲像我有听恁，这是我的命令，这耶稣的命令哦，耶稣的命令。搁落去第13节哦，耶稣讲。人为着朋友放杀性命，听无比这个搁较大。换一句话来讲，耶稣牧者为着因放杀性命，这是迄听的最高点，无比这个搁较大的听。啊，头前甲人讲，你这是我的命令，恁着三听，恁的三听爱像牧者。放杀性命安尼听，这听着是真可怕啦。我知影，毋过这是伊的要求。我拄仔有讲，耶稣吼真正真毋惊死呢，伊敢甲人要求安尼呢？伫别个所在吼，伊要求啥？伊要求讲，恁着怨你的爸母，才有资格通来缀我。真正有即个圣经在，真正有即个话啊！耶稣叫咱，我会了解对这两节圣经来看到登去耶稣讲好的牧者的假是对咱是啥物意思？咱爱学伊啦，咱爱学伊，咱学袂成，我知影，总是咱爱尽量安尼做，这是伊的命令呢。啊，你有可能讲，牧师你为着要讲道吼，咱硬拗的，讲到遮尔可怕吼。我甲你讲，还佫一个所在，原来是约翰，这是耶稣过活了后，伫约翰第21章15节到19节，你会记得彼得3摆毋认耶稣，彼得3摆毋认，咱拢知影这个故事。耶稣过活了后，21章吼。因一寡学生哦，耶稣过活了后真欢喜啦，啊，过去啊要创啥？啊，过活，伊过活啊怨了，讲过去要安怎？彼得悄悄的招一阵，倒转去掠鱼，恁会记即个故事无？倒转去掠鱼，耶稣徛伫海边啊，耶稣徛伫海边啊，啊，伊看到耶稣，啊，伊甲耶稣做伙食早鱼。第15节，第21章15节开始哦，耶稣。甲彼得见面，伊3摆毋认伊。我捌讲啊，你若要赶吼，我拄着彼得，我会定讲彼得啊，你讲你要对我去到死哦，我过来甲你讲，你3摆毋认我，你讲袂哦，那真闹气啊吼。那我一定安尼家己，恁会袂？我想嘛差不多啦吼。耶稣拢无甲伊算即条啥。耶稣甲问讲。西门彼得，你有听我？我感觉迄吼，迄比甲骂较疼。彼得讲有啦，我有听你。
耶稣连伊3摆毋认耶稣，耶稣用3摆用即个问题甲问。我相信彼得一定足艰苦的。伊逐摆甲耶稣讲，我有听你。耶稣逐摆甲伊讲的话，伊讲我有听你了。耶稣甲伊讲啥？耶稣应3项无啥共款，总是基本上拢共款。头一遍伊讲养饲我的羊仔囝，真侪主日的老师摕即个讲，也是主日后场拢甲回应讲，耶稣讲饲羊仔囝，说主日真要紧，这有影啦，这有影啦。第4遍耶稣甲伊讲，牧养我的羊。第3遍耶稣甲伊讲，养饲我的羊。基本上拢共款。你有听我无？有，好，饲我的羊。耶稣爱咱大家做牧者，互相做牧者，毋是干那牧师尔定。咱拢毋是替牧者雇养的狗，毋是。咱拢应该爱做牧者。要做好的牧者，无遐尼简单。我拄仔讲的，耶稣做好的牧者的条件，无遐尼简单。这有影。倒转去到拄仔咱所读的圣经第19节、20节，伫遐，耶稣讲这个话了。这我听起来无讲真严呢，毋是像耶稣讲，迄个讲活命的饼，你着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的，这毋是真严的，也是真反常的话。总是，都有人伫遐讲，这小人啦，伊话袂听得啦，伊话袂听得，咱哪着听伊话？总是有人讲哦，小人袂讲这个话啦，小人袂互青的人得着。因为耶稣的道理吼，有人是完全无要接受，哪有人会接受啦？咱是上帝后壁接受的，总是伫耶稣的要求的面前，耶稣所讲的所有的。咱搁来的 I am， 咱要三角形，你我咱来家己决定。耶稣讲了，伊有讲，伊对上帝领受，伊应该做，伊有做。过去是咱的代志，你要看伊做小人，还是要看伊做上帝囝？这是你我咱来决定，咱的三角比对。特别上，感谢你，阮通过阮的主耶稣的教示，伊是阮的好牧者，伊为着阮放下性命，伊听阮，明明知影阮有罪，听阮，不为阮死，伊也听阮的厝边，听阮听袂落去的人，阮恳求你帮助阮，拢做好的牧者，学你。做光做盐来验光你，祈祷奉耶稣的名。